其实对这疫情大家拢会惊，所以入来市场的意向实在真正有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足侪人拢无啥敢来这行动啦，因为拢惊受感染，所以有的是逼不得已伊的就会来买一买，就赶快回家。但是也是影响到大家都很少进来。甲在市场是老人家甲政府市场咱用这个无Uber Eats其实对阮内底的通路啦外送平台，离阮的客户人员伊就知做无用。其实伊的对阮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啦。有这个Uber Eats进来帮助我们的销售。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现在有10几摊有参加，这2个礼拜，就受益很多，大家都很高兴。那有越来越多摊商想要参加？有，已经有好几个在那边排队，要准备要加入了。我们也看到在台南这边，在我们上线的第1周，就有超过比起其他的城市都有超过20%的订单，所以我们目前觉得台南的市场。跟台南的这个接受度、使用度都是非常乐观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Uber Eats 跟台南市除了虎尾寮以外，已经跟东菜市合作。那合作的这个成果是蛮不错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市民的数位化的接受度高。第二个，当然为了因应防疫的需求，大家很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购物。怎么样做最安全？线上最安全。它安全的环境下购物以后，然后就可能送到家里。因为大家平常使用外送平台已经使用得很习惯了。去年在3级警戒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台南便利送的一个成果在那边。我们并没有因为随着疫情改变，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持续推动台南便利送。因此呢，民众直接使用台南便利送，然后嫁接到这个 Uber Eats 就变成很习惯、很顺、很没有违和感。因此呢，我们将来会逐步推动更多的台南市场菜市场，让大家能够线上购物，那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又能够享受最好的售后服务。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逛市场的活动。你好，是欢迎收看7月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行过体育场、体育厝的时代，对今仔开始正式升格体育局，创造新的局面。小我对中央到地方体育界重要人士甲基层选手拢到场，只会见证甲牌历史时刻，场面相当盛大。伫体育局甲牌成立大会上，体育等各界贵宾，包括中央、地方，拢踊跃出席来祝贺。加上在地一单项优秀选手，营造体育界大团结气势。连市长吴依铁拢讲笑亏，比就职典礼较侪人。纪录表示，伊对上任以来，希望成立体育界进程的不断，所以陈局长的就职真正是任重道远。嘛是台南拼体育新的里程碑。在我就任的时候，成立体育局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过，当然，终于在第4年的时候，我们能够成立了。中间也牵涉到我们有其他的局处，包括客委会，包括原民会，还有包括其他的局处，我们陆陆续续的设立，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整个工作有更好的统合。体育界，你要说体育立国，你要说体育强身强国，不管是竞技类或是全民类，都是对我们国家发展非常重要的。那从中央到地方，我们一定全力来协助，来让我们的优秀的体育选手，从中央到地方，从北到南，从政府到民间，大家齐心协力。就是让我们台湾的体育的发展更上一层楼，更上轨道。他也有竞技运动的实务的经验，也具有行政专业的一个能力。我相信，在黄市长还有我们各位议员
还有台南市所有体育界朋友们的支持之下，台南市的体育运动发展应该指日可待。当然，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市长说的，112年在台南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希望能创下更好的一个成绩。这届积极出席体育局成立的体育总会，会中理事长嘛肯定黄市长重承诺，对着112年申办全运会助力强心针。为着这个局要来成立吼，大花该乱搞1、2档，乱搞吼1、2档乱搞会，我讲一定要成立，让伊答应7月要成立，终于给他成立了。感谢你啊，一柳，你的承诺，你真正我甲你比赞吼，比赞。确确实实一个重承诺。啊，咱所有体育界，咱这好朋友，一定要会记得讲，来成立这个体育局无遐简单，财政遮困难，佮要成立这非常的无简单。所以讲，咱体育界遮一定要大团结，那么伫明年112年的这全国运动会，一定要摕到上较好的成绩。台南第1任体育局局长陈良乾嘛是今日的主讲，伫最后致辞，伊真有信心表示，将年以后要安怎做，包括竞赛甲全民运动的同步发展，全力以赴。我是双主轴在推展体育，也就是竞技体育跟全民体育，我一定要并进推展。第二个呢，我要4轮传动。第1轮就是要把我们台南市的竞技体育提升，当然竞技体育有很多，包括我们要参加明年的全国运动会，我们这个月底的台南市要举办这个世界少棒赛，这个都是竞技体育的一环，我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做好。第2件事情，我要推展全民运动，只有老百姓去运动，身体才会健康，城市才会快乐，这是我第2点要做的。3、2、1，起拉男人生呢，一起在这历史性的一刻，让我们全线起立，在为我们台南打造成为健康与永续发展的幸福城市。今日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中国暂停进口台湾石斑，对台南勇士业者影响嘛真大。农委会注意上午特别率领团队南下甲渔民座谈，会中市长黄伟哲就全力争取渔民权益。会中伫7个顶市石斑的渔民听到农委会注意要来，拢全程来表达心声，希望稳定石斑的介绍，协助找新的通路。农委会会长预估，即摆禁止出口量将有3600吨。面对渔民的权益受损，注意强调一定会调节上市的产量，有多元形式内销等具体做法。农科院第一时间6月7日讲袂使去中国去哦，竹科、中科的科技业者已经下订单500吨，500吨毋是全鱼样的，是一直产地处理好。500吨毋是讲即摆就出啦，是逐个月搁出。后壁佫有一个500吨，所以农科院有1000吨，全年500吨。我袂讲了，学校午餐每工因也宣布了，伊已经算好啊。你有小朋友讲要食是100公克，还是到60不计吼，全部下好小朋友食学校午餐，超过1300吨。这1300吨要为落来，当然是为遮所有冻存的时阵。你饲好较大只，你开了，伊成本要愈低啊，所以安尼就有2300吨哦。会中农局嘛表示，已经向中央争取渔温营养补贴以及渔会加工、冷冻储存的费用等等，希望减少渔民的损失。市长黄伟哲嘛以石斑产销平衡，积极争取渔业的权益。咱未来农业调行好，咱会当渔业署到配合。把这个实际有将士养殖的这农友，咱这渔友来帮助大家，会当处理应该属于咱农民，会当补助着做安尼好不好？中央甲地方合作，希望将这波对石斑渔业的冲击降到上低。台南新闻军职林根采访报道。
环保署提出家己准备饮料杯的先5考的新政策，7月1号第一天实施。台南市环保局特别展开稽查，关心店家实施的状况。为中环保局长郑世杰嘛，家己炸环保杯到超商卖咖啡，呼吁大家拢来响应，不但环保，也省钱。自备饮料杯新5考新政策，伫7月1日正式实施。对此，环保局自6月便发函予饮料店、素食店等商家进行政策宣导甲辅导。伫政策施行的第一天，台南市环保局长谢世杰、副局长陈信芬以及环保局同仁来到东区一间便利商店视察自备饮料杯政策的实际情形。台湾地区呢，每年使用的这些塑料的饮料杯，就是一次即丢用完的，那将近呢40亿个。那所以造成我们环境很大的负荷。倘若能够完全回收，那还好。问题是这些饮料杯呢，基本上呢回收的情形做的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饮料杯的问题，一次性的这饮料杯呢，我们鼓励呢，我们连锁饮料店、连锁超商，然后还有这些连锁的贩卖店呢，能够呢鼓励民众自带杯具。也就是说，你自己带一个饮料杯，然后呢，到这些便利商店或是连锁饮料店呢，去购买饮料的时候呢，店家呢会省5块钱。也就是本来，比如说一杯咖啡本来是50块的，那会少5块钱，最少少5块钱，也变成45块。这样子呢，用这样的诱因，希望呢民众呢能够自带杯具，然后减少环境的负荷。自备饮料杯新政策不但让减少塑胶容器的使用，为环保尽一份心力，而且还会当省钱。这个政策嘛得到民众认同和支持。很方便啊，因为自己带环保杯还可以折5块钱。希望大家带自己的杯子啊，不要用那个塑胶杯或者不好回收的纸杯。自备饮料杯这个政策对着环保以及民众的荷包拢有大大的好处。不过，有部分的业者烦恼新的政策会增加营运成本，但是有愈来愈多人重视环保以及减塑减费国际趋势之下，业者会当配合执行。因此是希望政府会当增加一寡补助，减轻因的负担，无嘛是会当羊毛出在羊身上，起价来应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连续2档推出的台南好康券大受好评，所以今年再度举办，有超过1000间的业者参与，总共提供300个奖项来抽。请扫码。为持续振兴国内旅游，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推出台南好康券限定活动，只要是来台南住宿民众，扫 QR code 就会当得到电子乘车券。并享有食宿游购行电等住优惠券。只要来台南住宿，就可以享受许许多多食衣住行的好康。好，那这个只要这个住宿在参加的这个旅店里面旅馆里面，那拿到数位好康券也好，资本好康券也罢，都可以来，不仅是搭车方面的便利，而且台南有1000家的商店参加，都是许多的优惠好礼。我想来这边吃吃喝喝、逛逛买买，是疫后新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台南的好康券伫这几天广受好评，优惠内容依照各旅游族群量身打造。今年更升级为电子版，民众只要是用智慧型手机登录，就当享有优惠，有超过1000间的业者参与。另外，还有提供300个奖项，让你摕回去厝。好康券其实在这几年我们这样推动下来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做所谓的满意度调查。那到去年，我们的满意度甚至高达90%全部只要来台南，在7月1号到9月30号这段时间，你入住台南市的旅馆或民宿，你就会凭着这个好康券来得到免费的交通的服务。台南好康券今年有偌侪好康，活动结合台南真侪饭店、餐饮、伴手业者共同加入，不管是来台南住、采港、佚佗，拢会当享受奖侪优惠。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暑假来台南佚佗抽大奖。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由南营天文馆及下南科科技馆等5个博物馆共同所推出全国唯一跨领域合作，叫做锦旗博物馆行动列车，预计巡回15个场次，包括5场校园公益巡回，比如偏乡囡仔会当同时接触5间博物馆，体验10套特色课程。这件合作锦旗博物馆行动列车计划当中，参像花园水稻博物馆，得予学生家己动手组装水稻头，认识水稻伫民生用水的重要贡献。其他像个生活科学馆的寻龙教授，也是要突破你对恐龙的定义。这课程就是南营天文馆结合滇市5间博物馆所推出的10套特色体验。预计伫休热期间巡回15个场次，更迁入偏乡31间学校，预计将造福3000位学生。如果地球站在这里，它离太阳太近，因为太热，水分会蒸发掉，就没有生命存在的元素了。所以呢，地球要在的位置啊，就是在这里，刚刚好适合居住的地带。另外还有一个一样是四足星球的，就是火星。后面的背景我们看到是的，所以呢，我们八大行星当中4巨星球有哪2颗呢？说看有地球，对，地球跟火星，这样都了解吗？这暑假我们结合水稻博物馆山上水稻博物馆，还有佐证化石馆、大内南营天文馆还有我们南科考古馆，还有树科学馆。5大馆能够带给同学们满满的惊喜。原先的规划是以这个偏乡为主，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更扩大这个服务的范围原先是估计3000人，学校3000，落成3000，那我们也希望说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但是教育手下加文化指导有将近60间各领域的博物馆，这摆有5间博物馆更是全台第一摆合作，市长欢迎所有大小朋友伫休热期间做回来参与体验。台南新闻顾文吉、林根采访报道。挂包隔壁称这是中式汉堡，无论做正顿还是下晡的点心，拢真适合。不过你敢知影挂包除了山珍肉搭配酸菜，也佫有啥物创意的组合？下面透过一间挂包专卖店要报互你知。从冒着白烟的蒸笼中挑出一颗热腾腾的 Q 弹白色面包，撑开它的大嘴巴，往里面塞入卤得软嫩入味的猪肉、酸菜、糖粉等等配料。这就是台湾最历久不衰的平民小吃挂包。但这间店可不只有传统口味，还玩出了新花样，像招牌双拼挂包，除了肥瘦搭配，还加入了解腻的配料。这双拼挂包的话，它就是里面会包含卤肉、烧肉都有。那我们的挂包呢，除了跟一般传统的挂包一样都会放咸菜之外，我们还会放洋葱跟小黄瓜。这个口感就是让大家吃起来不要像传统的可能会觉得有油腻的感觉，会比较清爽。那在这样子爽口的情形之下，大家的进餐也会更愉悦这样子。不过，如果只有烧肉加五花肉的双拼，还只能算是传统范围。所以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口味，就是从中式汉堡这个称号出发产生的新创意，跳脱出对挂包的既有印象。维持传统的情形之下，我们就想说我们怎样去求新求变。那于是我们就结合西式的起司火腿蛋，然后去把它挂包，然后放在我们挂包里面。然后再加点咸甜的那个胡椒盐，创造出一个蛮受欢迎的起司火腿蛋挂包，然后再去加上比较西式的一个薯饼进去，整个口感是比较酥脆的，这吃起来的话也蛮不一样的。而谈到为什么创业专卖挂包，背后其实有个温暖的故事，是源自老板过去在从事保险业时与一位高龄客户结下的奇妙缘分，促使他选择接下这个摊子。那这是我之前的上一个工作，在保险业服务的时候服务到这一位阿嬷。那在跟他服务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说，他其实后面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去接手他这一门的技艺。那我们就问阿嬷说，那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餐点，就这样不见得也蛮可惜的。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你来教我把它延续下去？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一份技术阿嬷传承给我，那我们再继续把它做下去这样子。
多样的创意让传统美食走出不同的路，加上坚持每天新鲜备料的用心态度，让从阿嬷手中接下的摊子更加成长茁壮，也让这段美味缘分延续下去。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有一款疾病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真正看到神经性疾病。真侪人拢认为这款的症头大汉以后就会改善，不过事实上大约60%的患者会一直持续到大汉。针对该病症，基比下中心开办特别门诊交代，10天来累积超过2000个个案，同时出册要让大家了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俗称 ADHD， 是一种情况的神经发展性的疾病，也就是病人对细汉的时，甚至伫个母体内底，大脑的神经系统发展都有一寡状况，造成大汉以后相当高的离病率加功能的障碍。对此，基比医学中心对2012年开办成人的 ADHD 特别门诊，10年来超过2000名的个案受惠。这几年来，发现说其实。大家慢慢去知道说，成人也有过动症，可是很多人是小时候不知道去哪里看诊，他长大也不知道要怎么求助，所以我们这个特别门诊就在我们清美医院邱院长还有林部长的支持下，就一路成立到现在了哈。那我想刚好也趁这个机会，把这10年来的一些经验把它累积起来，整理成一本书，然后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民众还有患者。那么了解这个疾病，看要怎么帮助自己，改善这些症状。大部分来求诊都是他们在课业上或者在工作上已经受到一些影响，甚至在人际关系上也有受到一些影响。这样的个案，因为常常会所谓的出包了所以其实也有很多意外的发生。有时候因为这样很挫折，所以有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情绪障碍，像忧郁啦、焦虑等等问题。那有些人如果在不知道怎么求助的话，自己会去寻求一些方法，比如说用酒精或其他药物来处理，然后造成更多的问题。这本书应该是对这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成人会有很大的帮忙。那对家属或者是朋友有一些关心这种病症的病人，应该是一本相当值得推荐的参考的书。那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地方黄博士新书发表，同时也是这个奇美精神科这种特别门诊成立的10年。那谢谢大家借着这本书能够唤起大家对这种成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更多的关注。基比医学中心的主任表示，成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大约有4到6%的人，而且大多数拢是无病史间，因此10年来累积临床研究加教学的经验，发表新册，并且伫日前举行新册发表，希望提供社会大众对成人 ADHD 的认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7月1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